哇，朋友們，廣交會好熱鬧啊！嗱，咁喺137屆嘅廣交會啦，係創造咗254.4億美元嘅成交量。咁本屆嘅展位總數咧，亦都係達到咗7.46萬個，參展商總量咧，亦都係達到咗3.2萬個嘅，均創歷史新高啊！高頻率實現高價值。咁今日咧，我就帶咗一個任務嚟，就係揾到呢個展會上最忙嘅人，佢定係佢係邊個咧？我哋一齊嚟睇下啦！最忙的人是我。说到最忙的，肯定是我们参展商了呀。我们今天接待了美国、英国、西班牙10几个国家，我们忙得坐都坐不下呢。My mind and my eyes. We're looking at a lot of things. 我覺得每個人都講得好有道理，但係總係覺得爭少少。最大嘅好似係人類，就係做嘢最多可以24小時唔停嘅人，好似係佢噃。做你的，做完你的，我做你的，做你的，做你的。我心裡有數，我心裡有數。啊，這種場面我還是在控制。睇下呢位機器人咖啡師，手穩到冇得頂啊！1分鐘搞掂一杯咖啡，絕對唔摸魚。機器人解放了人類，讓人類從此過上更加有尊嚴、更幸福的生活。原嚟廣交會上邊最忙嘅人啦，係呢一群唔知道攰嘅中國機器人喎。佢哋從執行簡單嘅指令啦，到完成精密嘅穿針引線，從單一嘅勞動啦，到成為各行各業嘅專業能手。佢哋嘅每一個精準動作啦，都喺度向世界展示住中國製造嘅速度同埋力量啊！佢哋咧就係中國科技行向世界最生動嘅名片。